呢隻錶咧就用咗一個非常之特別嘅物料，佢叫做 Ultra Cermet。呢一隻 Ultra Cermet 咧係用喺一啲航天科技上高嘅，而佢係由 ceramic 同埋 titanium 所組成，所以佢有抗刮嘅效能之外咧，亦都有金屬嘅特性嘅。呢隻錶叫做 Tonda PF Sport Chronograph Ultra Cermet Hong Kong Edition。首先介紹翻呢隻錶先，呢隻錶咧就係用咗一個直徑42.5毫米、厚度13.3毫米嘅一個 Ultra Cermet 嘅錶殼，而且佢係第一個錶款咧係成個錶殼都用咗呢一種 Ultra Cermet 嘅物料嘅，包括錶殼啦、錶圈、錶冠同埋佢個計時按鈕，而且佢個錶扣都係用咗呢個 Ultra Cermet 去做嘅。至於個錶盤方面咧，佢就係用咗一個叫做 Blackhole 嘅處理方法去做嘅，咁係用咗9K 金啦，再加啲 nickel 嘅一個 finishing 嚟嘅，而且咧佢做咗一啲拉絲嘅效果。至於個3個計時圈咧，佢哋就用咗一個叫做 Fessasca 嘅一個綠色，而一個綠色咧個取名咧就係嚟自瑞士一個山谷叫 Fessasca 裏邊一啲河流上高嘅一個綠色嚟嘅。呢一隻錶限量8隻，只係高時錶行獨家發售嘅，價錢方面係386000蚊。